Happy birthday to you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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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ppy birthday to。乐乐，你看什么呀？这不你最爱吃的布斯加的青铜雪吗？快吃。什么？怎么了？乐乐，吃啊！不，媳妇儿，你不减肥吗？也不能吃啊。爸血糖高，不能吃甜的。妈，你说你要瘦身，还跳那广场舞，也不能碰碳水。就乐乐一个人吃，你说他能吃多少啊？这里没添加，保质期又1天，最后不都浪费了吗？吃吧，乐乐啊！别剩了，剩了明天都坏了啊！都吃。啊，行行，这个一凡说的也对。那乐乐，咱就吃蛋糕吧，不过蜡烛就不能吹了，这没地儿插蜡烛。叶一凡，你什么情况啊？啊，咱家穷到这种地步了吗？连个蛋糕都买不起啊？啊，你是参与网上赌博了，还是借高利贷了啊？这不能，我儿子我比较了解，他没这胆儿啊，他就是酒驾撞人，把人撞毁了是吧？不，爸，你能盼我点好吧？啊，媳妇儿，咱俩亲2口子吧，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。你老公没偷没抢没出车祸啊，没赌博没嫖娼，我就实话跟大家说了吧，咱家从今天开始啊，做好思想准备，过几年苦日子吧。为啥？为啥呀？想来想去啊，咱们家还得换房。啥？换房？哎，叶一凡，你家换房啊？啊。这胡说八道。他给我懵了。来，吃热吃吧。对。爸，我就不客气了，这锅包肉一看就好吃。吃。快吃吧，快吃吧！哎，亲家母，你赶紧也吃一个啊，别老吃素。哎，好吃啊！哎呀，我跑了仨菜市场才买着的上好的里脊肉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爸辛苦了，来，哎，生日快乐，爸！哎，啊不，乐乐生日快乐！哎，太好吃。准备出发了。哎，佳琪呢？哦，佳琪啊，佳琪跟他的流浪猫告别去了。妈，您说您刚吃完饭就往回赶，多待会儿啊？待什么待呀？晚上8点钟广场舞，我是领舞，你点时间观念点行啊？我可舍不得花100多块钱打车，你早点走。妈，我帮您叫车了。又乱花钱，明儿我还来呢，给乐乐买个大的蛋糕。妈，喂，师傅，您到了，我们这就出来了啊。走了。等一下。行了啊，行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走了啊。妈，走了啊。妈，尾号2288黑色的车。啊，知道了。到了告诉我啊。慢点啊。媳妇儿，叶一凡，今天是儿子的生日，你说你整这出干什么呀？不是，这不过日子吗？那节约点没坏处。再说生日蛋糕不也买了吗？你那是蛋糕吗？你那是蛋挞。小是小了点儿，也不耽误吃啊。你看乐乐造的，渣都不剩了，一点没浪费。你是不是想换房子想疯了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态度非常明确，这房子住的挺好的，我不换。
不是咱这房子除了环境好点，哪儿好啊？啊，这周围要地铁没地铁，要超市没超市，那最近的医院开车得1个多钟头。爸妈现在年纪也大了，你真要有个什么事儿，挂120都来不及。你说咱住这图个啥？图咱买得起啊，市中心方便，谁交得起首付啊？咱们换这房子不主要为了乐乐吗？当时买这房子的时候没考虑到学校问题。现在小学划片划到京河2角，那也太远了。每天咱们上班要接送，得提前1个小时起床，你起得来啊？让咱爸去接送，爸都这年纪了，我也于心不忍啊。而且乐乐得在这上6年学呢，这还不包括中学，中学更远。我琢磨来琢磨去，不踏实。有什么不踏实的呀？都是上学，人家孩子能上，咱们家孩子怎么就不能上了呢？咱家孩子比别人金贵啊。佳琪，该走了。圆圆姐，今儿的火车呀？啊，这么多行李，哎，陈丽呢？找佳琪去了。你死丫头，非说要去看一下她的流浪猫。这佳琪啊，可是个内向的姑娘，你突然把她送回老家读书，她能适应吗？没有本地户口就不能在这参加高考，这孩子啊还得回原籍参加中考，争取能考个好高中吧。等佳琪4年以后考回来就好了。4年一晃就过去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佳琪，是啊，也好。怎么了？呆呆病了。你是抱猫了？哎呀，你不知道我对猫毛过敏啊！你没事吧？哎呀，真没事没事。佳琪啊，没事啊，别哭，你安心跟你妈去读书。这边呢，我跟你爸帮你照顾那呆呆啊。这一走就得4年呢。嗨，没事儿，4年也快。不说了，跟叔叔阿姨再见啊。去吧。哎，祝平安啊！佳琪，回来给你庆功啊！哎呦，真好，拜拜。这陈丽是真够惨的，这么当年呢，一个人守上空房了。放心，你不用守，咱儿子有本地户口。你说人家没户口的为了孩子那么拼命，咱们这有户口的成天随波逐流，我自己心里都觉得心虚。跟人陈丽2口子比，我就觉得我都不是个合格的爸爸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媳妇儿？怎么了？媳妇儿，你喝点热水啊，一会儿吃点药。媳妇儿，锁什么门啊？我怀疑就是我爸那锅包肉有问题，我现在肚子也不得劲儿。开门，佳茹。怎么了？怀孕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你不一直在拍外景吗？筑超杀青，你来机场接我。小树林车上。哎，不是，叶一凡，你这是去哪儿呢？嘘，别说话，别说话。往哪儿开呀？你不说你安全期吗？这玩意儿能准吗？还有吗？你再试一次。
用我帮忙吗？怎么样？中招了。那就要了吧。都怪你，就不谨慎那么一回。媳妇儿，你的意思是不想要？筑巢快上线了，独舞江湖也在快速推进当中，团队的人都眼巴巴地盯着我呢。你说我要这时候说我怀了，项目怎么办呀？行，老公都听媳妇儿的，你说不想要，咱就不要了啊！睡觉。哎，叶一凡，啊，你说不要就不要，你这说的也太干脆了，你心怎么这么狠呢？媳妇儿，不是你说不想要吗？我说不想要，你就不想要啦？你什么时候那么听我话呀？哎，媳妇儿，你让我帮你分析一下啊。你说你今年已经35岁了，也算高龄产妇了吧？我觉得风险太大了。况且咱们已经有一个乐乐了，没必要再要个2胎。有那养孩子的钱，咱不如把现在的生活过得舒服点呗？你说是不？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不想要，你就是不想要。不是，媳妇儿，要，行吗？听你的。一会儿要，一会儿不要。不是，我这不听你的吗？你怎么一点主见都没有啊？那我叶一凡活着的意义，不就证明我媳妇儿永远是对的吗？少来吧，想要你自己要去，我自己的日子还没过明白呢。不是我说媳妇儿啊，那你要这么聊，你属于往死里聊了。那合着孩子房子一个都不要啊？不要，睡觉。好，睡觉啊。乐乐，起床了啊！起来了啊！上幼儿园了。我媳妇儿呢，爸？睁眼就找媳妇儿，你给我点钱，我替你看着。掉钱眼里了，财迷。你包这干什么？今天吕静结婚，请大家吃饭，不得包红包啊？包多少啊？800啊。哦，他一二婚你包那么多，200块钱够了。再说我包1000了。不是，咱们家后面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1200。行，800下来。行了，我走了，上班去。我送你。不用，你送乐乐去幼儿园呢。不用，乐乐这2天去2小体验生活，我们坐班车去。正好我送你啊！你吃饭了吗？我吃过了，你吃吧。不，我早餐哪儿吃不了啊！来，啊，吃饭。你既然是我们家重点保护对象啊，我得保护好你。大家慢慢锁啊。谢谢大家来。姐，你要不吃点东西？哎，没事。小子又去厕所了，应该是吧？低调。正好和好啊。谢谢，让个地。我怎么才来啊？我看完后期又做了个 PPT，结果还忘设闹钟了。进展到哪一步了？
都敬完一圈了，您赶紧啊去敬个酒，道个谢，赔个不是。啊，我喘口气儿。他的意思是创造关系。哎，那就是吕姐的女儿吧？啊，叫什么？青青是吗？啊，这孩子真厉害啊！你说说，妈妈结婚竟然还带着书。何家茹，哎，吕姐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，我怎么得罪你了？没有，不好意思。别废话了，赶紧罚酒。啊！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，早得贵子。还早生贵子？你以为我18呀？啊，姐您不是18吗？这张嘴会聊天。实话实说。哎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何家茹，我们的创意大拿。想当年我把她招进来的。这位是叔叔好，咱们见过的。我刚入职那会儿去你们家送过一次材料，就是您给我开的门。那会儿您头比现在白，您是染头了是吧？年轻多了，看。怎么了？这是姐夫。姐夫。哎，要么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。你看你们就夫妻相对，吕姐长得就像她爸爸，您看您长得也像她爸爸，所以就像。你是不是说我自罚一杯？客气。我再罚一杯。我干了。乐乐，妈妈回来啦！乐乐，别玩了。安琪，妈妈要给你出一道数学题，听妈妈说啊，45加6等于多少？妈，你喝醉了吗？不许岔开话题，妈妈在考你呢。45加6等于多少？爸，你快出来！我妈耍酒疯了。乐乐啊！怎么了，乐乐？爸爸，我妈耍酒疯了。你喝酒了？哎呀，我喝怎么了？你怎么能喝酒呢？要你管！乐乐，妈妈告诉你，妈妈要上小学的时候啊，因为生日的月份小，老师不肯收我。给别的小朋友出的题啊，都是10以内的加减乘除。到妈妈这儿怎么样？说45加6等于多少？妈妈多聪明呀！我脑仁多大呀？啊，直接告诉他51。老师没办法，只好收了我。哎呀，乐乐呀，你长得好看随我，性格温和也随我，就是不知道智商随谁。告诉妈妈，45加6等于多少？51。太聪明了，到底是我的女儿啊！干嘛呢？脑袋有点缺血，清醒清醒。你只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才这次事儿。我心情挺好的。媳妇儿啊，我想明白了，回头咱们找个好医院啊，挂个号，陪着你一起去做。我还没拿定主意呢，你就替我做决定了？你的酒都喝成这样了，你还没做决定？什么态度啊？生气了？我没生气。不应该呀。你不是也不想要吗？我什么时候说我不想要了？你说了，你那天就说你不想要啊。那是你先说不想要，我后来才说的。我说可以，你说就不行，这是你惹的祸。什么叫我惹的祸？都是成年人，又不是我一个人舒服。你说什么呢？行，我惹的祸，我惹的祸。行，知道错就行了。你下来。我不。你这么杵着不累啊？这是对我冲动的惩罚。下来吧。
没喝酒。少蒙我！哎呀，我真没喝，你闻闻。我喝了一肚子白水。哎，你给我下了，下了，下了，下了！你这脑袋瓜嗡嗡的吧？不，你真没喝呀？真没喝。不，那你跟我折腾什么呢？我这叫折腾啊！我告诉你，吕静才是折腾呢。你知道她嫁了个什么人吗？干什么？特级教师。你挺好吗？快60了，我觉得她就是为了给孩子找一个免费的家教。就为一家教，嫁一糟老头子，这吕静也太狠了。就这种同事啊，离他远点啊，太吓人了。我觉得挺好的，为母则刚。换作是我，我也能为孩子豁出去。你可算了吧，你还活？这生个二宝你都瞻前顾后的，你可没那魄力。你可别激我，激将法在我这儿不好使，我明天就去挂号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以为你喝酒呢，我才那么说的。我也不想啊。合着好赖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。那你到底什么想法啊？我心里没底。佳茹来了。吴总，啊，吕姐。哎，筑巢的后期怎么样了？10月份上线没问题吧？10月没问题，一切都挺顺利的。好。佳茹啊，筑巢的样片我看了，有好几处硬伤啊。我已经跟小山他们说了，你们组还得修改一下。啊，我尽快再去审一下片子。没必要翻来覆去的审。那天我看了一下样片，还不错，没什么大问题，保证按时上线是第一位的。另外，佳茹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快推进你的《独舞江湖》，下个月总公司过会，老大对你这边的动向很关注。好，那吴总、吕姐，我先回办公室。你先忙吧。哦，对了，吕静，你那个提案我看了，我觉得还可以再想想啊。不是不好啊，就是还可以再新颖一点，再想想啊。人呀，怎么了？白眼狼，偏心狗。谁呀？何佳茹跟吴念。你说我当初怎么就把他给招进来了呢？我现在觉得好像给自己找了一个挖坟的。那吴念看何佳茹的眼神，你看见过没？发绿光，何佳茹恨不得放个屁都是香的。姐，那个《本草纲目》还有几个新的策划案发您邮箱了，您看看行不行？你们一个个的，倒也是替我争点气吧。我就不信只有他何佳茹的脑子是开过光的。哎，知道了。不好意思啊。哎呦我靠！这小乔这个马屁精啊，不叫马屁精，那叫屁丘尼呀。叫啥？屁腹比丘尼，简称屁丘尼嘛。啊，就是日本江户时代，那贵族小姐们为了防止自己当众放屁没面子嘛，就故意老妈的自己放屁了，老妈就跳出来说是她放的，这就是放屁背锅侠。还有这活呢？有。哎呀，这刘总要能给我加1倍工资，别说屁丘尼了，你让我当屎壳郎我都愿意。咱不至于啊，就为了换一套房子落到这地步了。哎，你是不知道啊，现在情况又变化了。什么情况啊？佳茹又怀上了。哎呀，哼，年轻人可以啊。
哎呀，我这实力啊，羡慕吧？你这应该高兴才对啊！你这不是一直想一闺女吗？一直羡慕我们家佳琪。不，你怎么肯定这就是个闺女？至少50%的几率吧。你们家佳茹这么忙，她能要吗？我媳妇儿啊，就是个天生反对派。你要让她往东，她准往西。所以这次啊，我跟她反着了。我没事就在她旁边吹风。哎呀，我说算了吧，别要了，你那么大岁数了。这杠头跟我杠上了，非要不可。我还治不了她了，我。行，不过你真是再添一小的，这经济压力够大的。那你这房子你还打算换？我换啊。咱们小区配套跟不上，你门儿清。其实我家房子也不小，就布局不合适，就是个2居室。我那书房还是阳台封出来的，床都放不进去。你这要打算换啊，你就认真挑啊，你哪怕挑一小3居呢。现在不光大小的事儿，配套我也得选好了呀。孩子上学跟我俩上班的距离，老人看病的医院，哪个也不敢马虎。行，那你就咬咬牙，你这马上就是人生的赢家了。那必须的，鱼和熊掌我必须兼得。哎，开会了。哎。吕姐又不高兴了，听说他们那边又新增了6个选题。他们是能力不足数量凑，这是要用体凯战术压死我们。佳茹，走。甜甜，优诺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们逃出来了。慢点吃，别吃太急。你吃不够了，咱们再点。你好，水果，谢谢。哎，往下顺顺，我让你多吃点，太爽了。现在你能告诉我了吧？半年前说走就走，你们去哪个山了？田东呢？他怎么没跟你们一块回来？他回不来了。他被绑架了？都走火入魔了。当初啊。是我拉他上山没错，我本来就是想着给优诺戒网瘾，顺便让他养好身体。谁知道那鬼地方，当初就是宣传的好，说什么科学规划、亲近自然、1对1个性诊疗。其实说白了，就一大堆人聚在一起干农活，真的是花钱买罪受。可谁知道呢？田东却爱上了，自己不回来就算了，非拦着我们俩也不让我们俩走。我带着优诺大半夜就往外跑，跑到天快亮了才拦到一辆车，这才逃了出来。那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啊？离婚，分钱，我带着优诺自己过。他那么喜欢，就让他在那待着呗。优诺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不可能日一辈子，就陪他待在穷山沟里养生吧。这孩子是多久没吃肉了？天天在山上出大力流大汗，1天3顿棒碴粥加大白菜叶子，半年啊，就半年啊，就是不给孩子吃肉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大胆的吃，从今以后再也没人敢说你了啊！吃吧。这孩子怎么半年变得胆子这么小啊？哎，回头我再跟你细说，事儿多着呢。这几天我得在你家先借宿2天。啊？为什么？我带着优诺跑下山了，田东肯定来找我，我得在你家躲2天。至于吗？他还能把你们俩抓回去啊？我怕他把优诺抢回去。那孩子都慌了半年了，他得上学。哎，你先借我点钱呗。你要干嘛？我上山的时候，手机、银行卡全都上交了，我得买个新手机，我再买点衣服。你瞅我这穿的，啥？行了，你们俩穿成这样就别瞎逛了，网上买吧。你下单，我付钱。行。黑一凡。喂。喂，哎，媳妇儿，赶紧去明德医院。怎么了？乐乐受伤了。乐乐受伤了。哎，师傅就在这儿。谢谢啊，帮我下车。这边。
了。大夫马上就把这麻药给咱们准备好了，不哭啊，乐乐。乐乐啊，这儿呢。乐乐，学校一同学带了个鱼，那老师，你跟我媳妇说吧。乐乐妈，对不起，这个是金河二小1年级3班的班主任刘老师。我这跟刘老师一会儿功夫没看着，这哥俩就把鱼钩给挂乐乐屁股上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乐乐妈。你们也太不注意了吧！来，小伙子别哭了，咱们打麻药。打麻药了啊！打完咱们就回来了。别动啊！等，不用打了，我有办法，又简单又省钱。你是哪位啊？这就是那俩孩子的爸爸。你说我不是天天在渔具市场捣鼓这些东西，那隔三差五就扎一次，没大事，没大事啊。什么没大事啊？啊，这鱼钩看有倒刺呢。你皮糙肉厚没事，我儿子屁股能跟你那儿比？哎，别哭了，听我说。哎，行啊，我家那俩小子一点照顾不到就给我上野药，今晚回去我好好削他俩一顿。但是这麻药我真不用打，手术也不用做，开刀了就得留疤。你要是相信我有一土方，又快又好又实惠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要不你来做啊？孩子，别哭了啊！听叔叔话，长痛不如短痛。你把眼睛闭上，就一下，叔叔手速特快，噌一下就给他拔出来了啊！那比开刀舒服。别哭了！哎，别动！把你爪给我拿开！不是你什么素质？什么素质？什么土方？你就是不想付医药费？不用你付啊！走，别跟着，走，我这不是来看孩子了吗？不要你！需要保安！别吵！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王八蛋！没事吧？护士，叫刘大夫。你也出血了？没事。医生，我们这儿需要医生。医生，快手上！让一下，一个病人只留一个家属，你过来，我给你包扎一下。会死了吧？不会，那么大坨哪那么容易死啊？大夫，没事吧？心跳和血压都很正常，如果还是一直昏迷不醒的话，就只能电击了。哦，那这情况应该是热惊风吧？我们老家也有一个土方。尤诺，来，把裤子脱了，朝这叔叔脸上撒泡尿，热尿一激立马就。哎，可以试试。这能行吗？哪儿啊？眼睛还是嘴？往鼻孔里尿。鼻孔。嗯。好。这谁给我一下？行了啊，别装了，起来吧。头疼。咱们就这么和解了啊？你那一瓶子还不够啊？你们这还没去二小呢，就先把梁子给结上了。你说回头万一乐乐真的落那俩混球手里啊，那不有你们受的吗？有可能，这次勾的是屁股，下次勾着眼睛怎么办？难不成咱以后还天天陪着乐乐去上学啊？知道为啥我说二小不能去了吧？路远不说，学生素质也不行。我不想上二小。不去啊，咱不去那学校。哎呦，乐乐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啊？一小孩进学校带了个鱼钩。哎，哪个小王八蛋呢？这是啊？不是，这老师也不管管吗？哎，我看看这
这是怎么弄的？这是啊？哟，你脸上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回头再跟你说啊。爷爷，我饿了。饿了，想吃什么爷爷给做去啊。我想吃大鲶鱼。眼病说他用那个鱼钩子钓上来不8根胡子的大鲶鱼。大鲶鱼啊？那爷爷得给你买去。爸，我开车带你去啊。甜甜回来了。叔叔好久不见。哎，别走了，一会儿多做几个菜啊。哎，辛苦了，叔叔。我觉得你们家叶一凡说的对，那个二小啊，就是不能再上了。你看今天那家长啊，那么大个人了，为了110来块钱医药费，不顾孩子死活还动手，我们不就是还个手吗？这还讹上我们了，什么人呢都，素质太差。行了，翻篇了，别担心了。回头等我跟田东办完离婚手续之后啊，让乐乐跟优诺一块儿上国际学校，他们俩在一块儿有个伴儿，挺好。你还真打算跟他离呀？那不离怎么办呀？他又不下山，我又不上山，他天天跟他一群驴友待在一块儿，同穿一条裤子，我可不想再过那种日子。驴友什么呀？驴友啊，就是一群有绿色生活环保理念的人，待在一块儿一起健康生活、极简主义什么的。反正你别管了，乐乐上学的事儿包在我身上。瞧你说的，我还能一辈子抱你大腿啊？嘿，怎么个意思啊？是嫌我这大腿不够粗吗？够粗，够粗，特别粗。啊，这个澡洗的可太舒服了。这些都是你做的啊？这也太有情趣了吧！这做工，这针脚，我都不相信是出自于你的手。你跟田东，你们俩整个一个，你织布来我耕田，你挑水来我浇园，这不天仙配吗？配个屁！好好一个大老板不当，非要去给我包山头，害得我跟着一块受苦。就这破玩意儿啊，穿上一点不聚拢。我跟你说啊，穿上去一马平川，这还兜风。我应该挺凉快的。雪花啊，送你。不过你这半年真的长进了不少，你看你做的多好。这破玩意儿你长进它有什么用啊？还是城里的灯红酒绿适合我呀。而且我跟你说，最关键的是，在那儿连夫妻生活都要限制。怎么限制啊？真的啊，这也是我们山区那个体验项目里的一项，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得出来的鬼理论啊，说是要延迟满足，要节制，才能细水长流的养生。说我惨不惨啊？不会连这事儿都管吧？就是说啊。那你哪能受得了啊？啊，还待那么久，我看看别出痘了吗？我看别出痘了，浑身都是痘了，烦死了。哦，你们家床好舒服。跟你说个事儿。怎么了？我怀了。你怀二胎了？我会是好事啊！何家瑞，你好厉害呀！小点声，小点声。小点声，乐乐他爷爷还不知道这事儿呢。叶一凡高兴坏了吧？他满脑子都想着换房子，没空高兴。那这他倒是挺聪明的。你们这房子是该换，面积是挺大的，但是不实用啊。二宝出来住哪儿啊？是该他想。这是你们这种不差钱的人的想法。任何一个普通的家庭遇到这种事情，都得使劲掂量掂量。连我也觉得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。哎，这生孩子这事儿啊，要是想重新再来一次，确实是需要很大勇气的。你说要是再年轻几岁，我又喜欢，我一闭眼我就给生下来了。反倒是年龄越大，我就开始前怕狼后怕虎，考虑的事情是越来越多。我就怕有什么没想明白的，就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。结婚跟生孩子都一样，围城，别人越劝你呢，越拦不住。但是要换过来，我们都劝你把孩子打掉啊，让你好好的奔事业。你到时候就逆反了，你信不信？指望这甜甜也，终于回来了。哎呀，
行了，别琢磨了，孩子都来了，咱就不折腾了，好吗？看房子就先去看，看合适了，回头差多少，姐们给你补了。叶一凡也是这么说的。嘿，还真是亲老公啊，他倒是一点不客气。你干啥去？你没睡啊？你这疼的睡不着吗？你们不开国谈会了？哎呀，他连夜逃出来的，折腾一整天，累了睡了。我想下去溜达溜达。我也睡不着，我陪你下去走走。我给你拿外套。你真想要啊？你准备好了？你要说完全准备好，那我不敢说，但我真的想要，这是肯定。那天我回来假装喝醉，其实就是试探一下你的反应。结果我一看，都憋得拿大顶了，我就知道你嘴上不说，心里是想要的。所以我今天一直在想，要孩子，其他的事情其实都是次要的，最重要的就是两口子对这个家庭的责任感。那媳妇儿，那你觉得我对家庭有责任感吗？如果打分的话，100分你打多少分？及格吧。及格？99分。那差不多。那一分差哪儿了呢？长得有点磕碜。我要长得像小李子，我还找你啊？我找肉丝去了我。你跟找肉丝，我也是我泰坦尼克了，我就。哎，谁虐猫呢？不会吧？干嘛呢？哎呦我，嘿，怎么你俩呀？我吓我一跳，赶紧蹲下，嘘，小点声。哎，你那帘子怎么了？别提了，回头跟你说。那你这干什么呢？这不抓猫呢吗？你这招猫逗狗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啊？轻点儿，这不是佳琪要吗？啊，佳琪让你抓的呀？不是，圆让抓的。说抓了之后啊，给佳琪送回去。圆圆说了，回老家之后啊，佳琪就一直闷闷不乐的，都快得忧郁症，说我把这仨抓过去呢。哎，佳琪解解闷。哎，你这爪不是你这手怎么了？被猫挠了？刚才抓这俩的时候，不是让猫给挠的吗？哎，来，小点，别着急，没进就进去了，着什么急？我，哎呦，快，对，快，笼子，在那，哎呦，呆呆，你把那盖子打开，就差你，哎，进去，哎呀，好乖。我给你开门。走了啊，哎，慢点啊，慢点啊。这两口子真行，千里迢迢3只大猫，再生几只小的，那家里不成动物园了。还有这圆圆，又舍工作又舍命，整整4年啊，那回来的职业生涯基本就废了。跟他比，我都不配当个妈，我也就剩乐乐那会儿使了点劲儿。哼，撑死就算个杜鹃鸟吧。那倒不至于，你好歹把蛋下自己家窝里。老公，要不这孩子要吧？媳妇儿，你打算要了？要。那房子呢？房子也要换，不然二宝生下来住哪儿啊？我还真不如杜鹃鸟啊。就是房子孩子咱都要。要。说定了。说定了。不许反悔。不反悔。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哎呦，我的乖媳妇儿哟！二宝，这回你放心吧啊，爸爸妈妈没有打算放弃你。以后有了你，再有了新房子，
咱们家下半辈子就踏实了。我想好了，咱为了孩子也得做出牺牲，就算再苦再累，60岁总能熬出头吧？到60岁，嗯，那还有20多年呢。哎，不说20多年的事儿，明天给我约个产检。媳妇儿，其实我已经把李主任约好了，我还送了他2袋我爸亲自晒那菜干呢。等李主任给你看完以后，咱们再告诉咱爸妈，之后再去买房，齐活。合着你辈事我都安排好了，你在这儿跟我演电视剧呢你？媳妇儿，你不懂，我在下一盘大棋。什么大棋呀？你就是把我往圈套里搁。什么圈套？我干的就是公公的活儿，就把娘娘伺候出。喝完了一定要刷牙啊！单词背完了没有？背着呢。别太晚睡哦。哎，猫抓到了没有？哎呀，抓着了，抓着了，3只啊，都在我这儿呢。已经约好了，明天晚上送那个宠物医院检查。说是得跟那儿观察1周呢吧，才能打那预防针。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，估计下星期应该就能送过去了。哎，你来之前啊，去家门口的烤鸭店给你闺女买只烤鸭，她想吃了啊。哎呦，还2周呢。哎，佳琪呢？叫回来，我也播一视频，仨小猫都在我这儿呢。你别打扰她，人家专心念书呢啊。行。你手怎么了？这不是抓那小猫的时候猫给挠了吗？我明天去宠物医院的时候把针一起打了，不用担心啊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这手伤了？我没说你手受伤啊，我是说你那个手是不是摁着话筒了？声音时断时续的。啊，行，没什么事就挂了啊，晚安，早点睡啊。这不能扛了，这心脏病要出来。哎呀！怎么样？这感觉还可以吧？好看，好看。吴总早。哎，早。《本草纲目》小安他们连夜又出了一个补充创意，您看了吧？哎，我收到了，咱们到里边一块说。啊，好。哎，各位早啊。我待会儿还有个会，我就不耽误时间了啊。关于筑巢的项目呢，已经接近尾声了。这个公司下半年筹备的项目，我跟总公司领导研究了一下，你们提供的几组方案，觉得最有创意的还是嘉如的《独舞江湖》啊。搜罗古往今来武侠小说里的读物配方、原料、制作流程以及实际效用，见真正伪，寓教于乐。应该是一个受众群体非常广泛的项目。假如你们团队呢，抓紧时间，在这个月底之前把具体方案细化一下，到时候我们再跟总公司做一次汇报。好的。这个项目，公司打算明年作为头部项目推出。吴总，我们组有关于《本草纲目》的提案啊，我已经看过了。是这样，现在市面上呢，已经有过许多类似相同的题材，哎，不只有《本草纲目》啊，
还有什么《黄帝内经》啊、《千金方》啊，都已经有公司在做了。我觉得你们应该跳出这个古书 IP 的思路。说实话，这条路已经走得有点烂了，好吧？我们再想想其他方案吧。佳蓉，哎姐，《鼠虎江湖》这创意真不错啊，不过拍摄起来啊，可能会有版权的问题。我有一个叔叔是出版社的，跟那些武侠作家关系都不错。有一些武侠名家，他的作品影视化版权别人谈不下来，他一出马全部都搞定。接下来，如果你需要这方面的资源，我可以帮你啊。好啊，我正发愁怎么做这个项目呢。要不还像以前一样，老规矩，跟筑巢似的，我们负责文案创意，你负责资源整合，到时候算我们2个组共同的项目。一言为定。我待会就跟吴总说，之后报项目的时候，咱们2个组一起啊。没问题，说好了。辛辛苦苦养的猪年根了，让人分走一半了。嘘，小心呀。这不挺好的吗？咱们负责创意，他负责资源，互惠互利，各取所长。还有什么资源啊？那项目立下来，公司的资源都用不完。他就是狐假虎威，他能干的，我都能干啊。行，这个项目先这样，你再锻炼锻炼，下个项目你来，我们自己做，不借外力，好吗？真的姐？谢谢姐。来，张嘴。来。哎呀，这什么？哎呀，你让阿姨喂你吧，阿姨好久都没有喂过小宝宝了，你真好玩啊你！喜欢小宝可以再生一个。啊？再生一个？你怎么那么会说话呢？你太逗了你！你个小人精，再生一个啊？也不是不可以啊，尤诺，行吗？你问我干啥？你跟我爸说就完了呗。那我要跟你爸离婚了，你同意吗？我能不同意你跟我爸离婚吗？佳茹姐走了啊？我先走一会儿啊。佳茹，何佳茹，姐有事找你。这么早你就下班了？姐，我有点事儿，今天我约了我老公去看房子。你那房子不是买了没几年吗？怎么又要看房子了？不是乐乐要上小学嘛，就想换一换房子。对了，就你家华片那个金河二小不靠谱。姐，我早就应该跟你说了，这件事你问姐啊，姐门儿清。你姐夫专业人士，他最知道哪个学校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。来，我跟你说说啊，就得买一个相对好点的房子。然后能够被划片到一个好的小学，这不能花冤枉钱，是太重要了这事儿。姐，要不这样，您和姐夫哪天到家里吃饭，给我们传授一下经验，行吗？没问题呀。哎，看房子是大事儿，但是我吧就2句话，这独舞江湖，姐新的想法，明天早上我早来半小时，很快，先走，非常快。看房子。不是让你快点下来，那磨叽了半个多小时，那李准要出国，那等我们呢，因为不赶趟啊。我都要走了，吕姐拉着我说半天话，我也着急啊。不行，我怕来不及了，给李主任打个电话，让他等我们一下。喂，哎，李主任，我是小叶啊，我们在路上了啊，马上到了。啊，小叶啊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这边计划有变，现在人已经在机场了。要不然
们先去医院建个档，找个别的医生看一下。不是那个李主任，那您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大概得1个多月吧。啊，那行，那我们私等你了，我们也不急啊。那等您回来以后，我带着他第一时间去看。然后那祝您一路平安，回来见啊！啊，好。哎，你就是产检，不一定非得让李主任吧，对吧？人家毕竟是主任，你这也算半个大龄产妇了，我这心里还是悬着的。反正就1个月，等等吧，啊。最近二宝挺乖的，不像怀乐乐那会儿那么难受了。要不咱等唐筛的时候一起检查吧？行，咱就死等李主任，不图别的，图个放心。你就图你那点菜干别白送。把我说的，我还差这点菜干。我那菜干，我跟你说，确实不便宜。喂，您好，您买了药，怎么着急先走了呀？有我的快递吗？行，那我给您放前台这边吧，然后您记得取一下。哎，好嘞，好，不客气啊。哎，您好，这是何佳茹女士的。好的。也算。谢谢啊。没事。走，优诺，打游戏去。走，打游戏。嘿，你俩慢点啊。哟，佳茹啊，这菜不好吃啊？好吃啊，爸，好吃。哎呀，整天的减肥，你说一桌子菜也没吃几口。哎，我吃啊！不是说甜甜不回来吃吗？还做这么多？哎呀，人老了就会做这几个菜，吃腻了遭人嫌弃。我爸，你又说啥呢？佳茹想吃辣的，以后你这咸的、腥的都少做，还有那油腻的也少做。就这油炸丸子，这真造不动了。吃不动啊？那丸子你小时候一盆一盆的吃，现在怎么着牙口不好啊？得了，以后也不做了，能省事儿啊！哎，白又生气了，更年期。你们家呆呆啊，没生病，就是怀孕了。啊？她怀孕了？这谁的？我哪知道谁的？我还知道谁干的呀？是。放心吧，啊，挺健康的，没什么问题。你回去啊，等她度过生产期，生产期回来之后再给她做免疫，好吧？成。喂，圆圆，你现在先给我转点钱。我在人家宠物医院呢，今天人家那个 POS 机刷不了信用卡。多少钱？1254块1毛3。呆呆怎么样了？呆呆怀孕了。你别把她给我送过来啊！我照顾不了她月子，佳琪现在学习也不能分心。行，我先把一诺海宝送过来啊。行吧，我现在给你把账转过去啊。喂，你到啦？哎，别让他上来了，我下去取。哦，你别上来了，就在楼下等着，我马上下来拿啊。哦，谢谢。先喝点这个，我马上回来。哦，你快点。这怀孕真是个玄学啊！我记得你怀乐乐那会儿，一天得吃仨大白梨，不给就闹。你这次更挑，没有凉皮还不行了。哎呀，你知足吧。甜甜怀孕那会儿，顿顿都吃猫山王，咱家二宝已经够好养活了。啥是猫山王？猫肉啊！我最恨不得你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你慢点吃，慢点吃啊！好喝。你晚上没吃什么东西，这把我亲媳妇给饿的。有那么好吃吗？这家可好吃了。
爸，是我想吃这口了，不是家如想吃，赖我。是你想吃还是你媳妇想吃？你甭替他打掩护。这怎么了？这是还饿着了是吧？晚上没给做东西吃是不是？啊，大半夜的背着我点外卖，你怎么不说乐乐想吃啊？爸，确实是你亲孙子想吃，但不是乐乐。啊，我除了乐乐还有别的亲孙子啊？那也可能是亲孙女。你不哎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哪来的亲孙女啊？啊？爸，我又怀了。啊？行了，差不多行了，别吃了。嘿，汤来了，汤来了，来，喝点汤啊，别噎着。谢爸啊。哎呀，这还真行啊！这么大的事儿，现在才告诉我啊？本来也没想瞒着，没想好怎么说呢嘛。这你一问不就告诉你了？那佳茹他妈那边还没提呢。哎，我得给他妈打电话报喜啊！哎，别，爸，先别告诉我妈。那个，我怀乐乐那会儿反应挺大的，我妈就特心疼，我怕跟她说，她又该担心了。再说我们俩刚决定要，等稳定点再说吧。好，他没我这承受力啊。行。哎，不对，刚才怎么说这？啊，现在才决定要，之前想过不要是吧？没有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我们老爷家第2个大孙子，不能不要啊！爸，瞧你这话说的，那怎么必须得是孙子啊？孙女更好啊！你给我来一大孙女！哎，我跟你说，小子，我一天给你做8顿锅包肉。行了，这回爸也知道了，可就踏踏实实看房吧。我知道你这半年活得跟铁公鸡似的，就是为了攒钱换房子。那你知道你不搭茬，让你老公一个人在那穷蹦的。那不是人穷志短吗？现在好了，不换也得换。这是本次司法拍卖上架的最后一套房产。不好意思啊，它的最大卖点就是户型和格局都是2胎政策放开以后设计的，最适合有2个孩子的家庭，而且距离科大附小只有500米，市场估价600万。对，这一套房子这么多人来看，跟抢大白菜似的。这市场低180万，跳楼价。老家让一下。这套房子格局是好。哎，这视野不错。哎，大姐，你干什么呢？跳楼。中介，叫我们跳楼。有人跳楼！哎，刘女士，你别过来！哎，冷静。别过来！你们可以扣我的货，你们可以封我的场。我自己犯了错误，我可以承担后果，但是这套房，我求你给我留下来。我闺女明年就要上小学了，她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孩子，她应该接受最好的教育。刘女士，你快下来，您下来。别动我！哎，刘女士。拍卖是法院判决的，已经成为事实。您这样就算丢了性命，也于事无补啊。是吗？那我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用？我问你，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用？别！
你先别激动啊，来，给我纸，帮我接个电话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们看房呢。行行，挂了挂了啊。优诺丢了。你说啥？优诺丢了。我们到1层了，你在哪儿呢？这儿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，甜甜？啊？我怀疑是田东把优诺抓走了，他们肯定是怕我跟他提离婚，所以扣下孩子威胁我呢。报警了吗？孩子在他手里，我不敢报啊。你看见了？调出商场监控了。我调监控也得报警。不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能把孩子弄丢了呢？不是，优诺说想吃肯德基，那我想着我也很久没逛商场了，我乐乐爷爷回来了，我就带他出来了。结果吃完肯德基，我路过一手机店，我看到一手机壳，我就让他在旁边打游戏等我。我买完单出来，这人就不见了。你别急，真要田东干的，他一定会给你打电话的啊。谁啊？接啊！我不认识，我不敢接。你接。喂，您在找孩子吧？给谁啊？您的孩子在我们这儿呢。孩子怎么在你们那儿啊？你把孩子还给我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你别动孩子啊，别胡来。你谁？您别误会，我们是恋居地产的。啊？恋居地产？孩子能安全到家，你们放心，我就放心了。喝点水吧。哎，好，谢谢啊，小伙子啊，把这些东西啊拿给你单位。有，叔叔啊，叔叔大哥，我不要了，我真不要了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小丁，你们公司有多少人啊？把你们同事全都叫上，我订个大包间，请你们大家吃饭，表示感谢。我真的太谢谢你们了。谢谢姐。这样，那个姐姐、大哥、叔叔，您的心意我领了，饭我就不吃了。这是我们恋居的服务之一，只要是孩子走丢了，进任何一家店铺都能送孩子回家。哎，你手头有没有30的好房源？太有了，格局合适，房间够用，画片学校好，上班不用跑，这我门儿清啊。那妥了，来，好好聊。哎，吴总。哎。夏什么？哎，吴总，还沉浸在你的江湖世界里呢。我正在研究五毒散，什么金叶菊啊、黑心莲，还有沾了瘴气的桃花，还有苗疆寒碧潭中的紫藤，这些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对标的植物。这些都是什么呢？主要是这个啊，碧蚕骨，它背后的故事和来历真的太适合拍纪录片了，太有意思了。你要是真能研究出这个阴阳和合散的配方，那这收视率可就一飞冲天了。那可不行，我要真把阴阳和合散研究出来呀，那就江湖大乱了，违法的事情咱可不能干。说的就好像你真能研究出来似的。喂，老公。啊，正常下班。看房？小丁这速度够快的呀！啊，行，那一会儿见。拜。哎，你在看房啊？啊，对，乐乐越来越大了，还跟我公公挤在上下铺呢。这不他明年要上学吗？学校离我们家太远了，我老公心疼他爸，也心疼我们家孩子，就想换一个离学校近点的3区。谢谢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总公司参与了一个合作建房，好像价格比市场便宜1半。而且周边有这个小学和医院的配套，地理位置还不错。真的？那有多少套啊？咱们分公司有名额吗？我听说一共有20多套。那怎么着，分公司一把手得有一套吧？我反正没老婆没孩子，到时候把名额转给你不就完了吗？这能随便转吗？不是，再说了，这么好的事儿，您要是不要，那多少领导都盯着呢。哎，要不这样。以我的名义先拿过来，到时候咱俩办个假结婚，我再转给你，怎么样？哎，小山啊，这房子不错吧？那您这牺牲可太大了。我有老公有孩子，我无所谓啊。您可就要从黄金单身汉变成2环头了。像我这个年纪啊，在婚姻市场上，如果还是初婚的话，很容易被人当成变态，是不是？小山，笑什么？没有。行了，别臭贫了啊！你们快忙吧，我走了啊。
哎，姐，这也是个方法呀，反正都是假的，回去跟姐夫商量商量。开玩笑，开玩笑是什么？你懂吗，孩子？真的，像你姐夫那样，还不得杀了我呀？刘总好。哎，姐，你怎么又吐了？最近怎么老吐啊？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姐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怀孕了？意外呀，还好没人知道。独舞江湖正在关键筹备期，你可一定得瞒住了。这种事情没有必要瞒，我就是怕大家伙知道以后都小心翼翼的，回头再耽误工作。哪那么简单啊？要是被某些人知道你怀孕，公司肯定就不让你出外景了，那不就便宜了吕姐吗？那就让他带队呗，不挺好的吗？跟以前一样。那能一样吗？独舞江湖能跟之前的项目比吗？总公司那么重视，哎，你信不信？吕姐要是叼上这口肉，可不会像你这么大方，咱们连口汤都未必喝得上。姐，你现在更不能放弃项目了，只有拿到项目奖金，你跟姐夫的买房压力才能减轻一点儿。小山，你怎么比我一个怀孕的人压力还大呀？放心吧，等独舞江湖开机，我这也过3个月了，孩子就稳定了，绝对不会耽误工作的啊。喂，老公，啊，你来接我吧，我正常下班。好，一会儿说。遇事不要慌，正常下班先。力哥，哎，来了，快请进啊！哎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，力哥，我家厨房锅炉那个水管漏水，热水器用不了，我想换一个新的电热水器。之前装修的时候，这不楼上空姐吗？咱们这个户型不是一样吗？所以我就想过来看看。你可真厉害啊！贼心不死啊！你往前走，再往前，就顺着那花洒往顶上看，那上面不有2个小管子吗？就在顶上。哦，是在那儿吗？还真是帮忙啊！那个渗水啊，都是从那儿下来的。这套房啊，全价390万。您家那套房上个月刚成交一套，是320万，中间差价是70万。您2位现在手里呢有30万现金，到时候找亲戚朋友凑一凑，连贷款都不用背，怎么样？媳妇儿，你定。确实不错。定了，我媳妇说定了，去。那我去给房主打电话了，您再看看啊。来，好，搁这边待着。哎，外哥，哎，我带客户来看房了，这哥也特别痛快。啊？哟，那我先恭喜您了啊。那个没事，这样以后你有什么事儿您再给我打电话啊。哎，啥情况？房主老婆刚查出2胎，说房子不卖了。对，我就是6根不净，爱慕浮华。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我跟优诺是打死都不可能回到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去。我已经申请好学校，带优诺回去复课了啊！你别打主意了，我跟老师都交代过了，除了我，谁也别想把优诺接走。反正我告诉你，按照法律规定，优诺必须要接受9年义务教育。现在摆在你面前就2条路，要么回来，要么离婚，你没有其他选项，就这样。田东啊，哎，
你不是换号了吗？他怎么还能找着你啊？我不是要恢复那些微信、支付宝、银行卡什么的吗？就得用原来的号码，我就去申请了一张，结果他立马就知道了，还换了个号码给我。哎，我真替这哥们儿着急。你说这哥们儿怎么想的？我要像他这么有钱，我就拿800万买一套4室1厅，剩下的钱我就醉生梦死。瞅你那点格局，你注定发不了财。我知道我是个俗人啊，经不起这红尘的诱惑，我又不想辜负你，所以我就不敢太上进。求你还是上进点吧，不然我都经不起红尘诱惑了。哎，我听你这话，怎么话里有话啊？谁诱惑你了？是不是你们公司那吴总？我老早发现他看你眼神不对了啊。你还真说对了，你今天跟我打电话的时候，他就在旁边呢。他知道我要找房子，就跟我说我们公司有合作建房的名额，他有份儿，好像是个大跃层，那房子地段特别好，划片的小学就隔一条马路。哇，amazing！没什么没，他怎么诱惑你了？他说只要我跟他结婚，那房子就写我的名字。这个王八蛋，咱们性骚扰吗？你看我怎么骂他？哎，我逗你玩呢。哎，人家没这么说，人家说的是假结婚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。他是试探你呢，知道吗？以开玩笑的方式说心里话，这都套路，你们女的不懂。不是叶一凡，你开玩笑就是风趣幽默，别人开玩笑就耍流氓了。是这个吧？是这个，是这个吧？你敢打，我就跟你离婚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在吵什么呀？爸，那个没事，你带他回去吧，啊，回去吧。小心眼，我得把密码换了，以后不许看我手机。你换了肯定记不住，就你那臭记性。一凡，你可真是个醋精。哎呀，爸，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，你怎么那么笨呢？我说这猫砂得勤换，得勤换。猫是最爱干净的动物，它要是有选择的话，怎么可能乱拉呀？小时候伺候你呀，都没这么费劲。你是不费劲啊，脏和累的活儿都是我干的。你知道我们为了你做出多大牺牲吗？那不是你俩愿意生的吗？谁呀？快递吧。陈丽，陈丽，谁呀？我写作业了。哎呀，爸，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，你怎么那么笨呢？我说这猫砂得勤换，得勤换。猫是最爱干净的动物。小时候伺候你呀，都没这么费劲。你是不费劲啊，脏和累的活儿都是我干的。谁呀？陈丽，陈丽，谁呀？我写作业了。在哪儿？在厨房啊，怎么了？你去厨房把煤气的读数表发给我。现在这么晚了？现在就去，晚了我可是要付滞纳金的。
陈丽，你在哪儿找的图片糊弄我呢？啊，这不是我们家的图片。怎么可能呢？这是我刚拍的。陈丽，你说实话，我不生气啊。你在哪儿？你跟谁在一起？啊？刚才这么晚谁敲的门？你跟谁在一起呢？啊，你到底在哪儿？你是不是在8楼啊？啊？你是不是跟那个狐狸精在一起呢？你？那你视频行不行啊？我刚才打的就是视频，是你自己心虚切的语音啊！你这样，我给你1秒钟，好吗？1秒钟，你视频给我打回来。喂，媛儿姐，是我。一凡，要不我先撤了。哎，别，圆圆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啊！你发的什么疯？你今天这事儿要说不清楚啊，咱俩就没完。刚才是这样的，那个煤气读书表吧，我之前一直继承了是803，他刚才拍给我503，是不是我记错了啊？但我想煤气费不可能越用越少呀。啊，你们喝酒呢？行，那个少喝一点啊，少喝一点。哎，媛儿姐，你放心啊。啊，我当然放心了。哎，好的，哎，你慢慢的啊，哎，晚安，该死的毛头脑不好，非得那儿啊！哎，干嘛？你监视我爸？我没有。你爸不是替你养猫吗？我怕他不会养，所以安一摄像头看看。那我爸知道吗？没来得及说呢。是吗？你怎么光长个不长心眼儿啊？咱们离你爸这么远，你爸要是在外头沾花惹草的，给你找一后妈，你怎么办呀？我这都是为了你。啥呀？你就为了我？你别啥事儿赖我身上，来这上学不是你俩的主意吗？我又不想来。你以为我想来啊？在这陪你念书，我把这么好的工作都辞了，每天照顾你，每天给你做饭，你以为我想来呢？行，你要回平城是吧？可以啊，回去上技校，行不？你要是愿意，咱俩现在打包混蛋。行啊，我要学服装设计专业。你还想学挖掘机呢你？哎，行了，赶紧的做功课去。200的单词背了没有？我困了，先睡了。哎，不，佳琪啊，你要记住啊，你跟妈是一头的。今天这事儿你别跟你爸说，省得他误会。他这人小心眼儿啊。别玩手机了啊！哎呀，媛儿姐啊，这真是一遭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啊！哪有什么蛇咬的呀？都是井绳，是他追着井绳咬。有一件事我特好奇，你说你这桃花运怎么就那么旺呢？远的不说啊，楼上那空姐，最近这个是你兼职的那个旅行社的老板娘。什么桃花运呀？楼上那空姐啊，人家让我就搭了个摇椅进屋，那是在电梯里面碰见的。人家张嘴了，让我给帮个忙。那你说啊，邻里邻居的，楼上楼下的，那我能说不管人家？你说旅行社那老板娘冯丹是吧？那不大刘给我介绍的活吗？当初介绍活的时候，圆圆还感恩戴德的。后来一看冯丹长成那样，跟我说你别去了啊，不让干了。那时候我都已经开发一半了，钱都收了，我能不干了吗？长什么样啊？有照片吗？看看。我真要是当时给人撂了挑子，我那以后还怎么接活啊？你也有这样媳妇儿啊？你也桃花运了。长得真挺漂亮的，有点像我媳妇儿，你不觉得吗？长得好看的都像你媳妇儿，是不是？
啊？不，你俩真的没啥？你有完没完呀？肯定没什么呀。我上班这么累，我还兼着好几份工呢。我那回来累得跟三孙子似的，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？他倒好，防我倒跟防贼似的。表儿也不容易，人家做母亲是这个，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回老家，整整4年，你得让她心里踏实。是挺不容易的，所以你想人优点，别总想着之前骗婚的那些事儿。是，你说的呀，全对。这回为了孩子，把工作都给辞了，我不就想多挣点吗？行，不去也行。这事儿啊，你让我好好想想。是，不去了啊！狼和孩子不能兼得。在京东采暖季开始之前，我们要完成这3个小区的热量计量改造，为每家每户安装计量表。你们的收费系统最晚要在供暖季开始之前1个月测试完成，并且通过验收。这个没有问题，我们的结算系统本身非常成熟，针对贵公司的个性化需求，改造不需要太长的时间，按期通过验收完全可以。只是我们最初谈402号标的时候，改造范围是4个社区，除了和盛、乐福华庭、振兴东里以外，还有兴隆家园。等等，我插一句，兴隆家园周边涉及到市政规划的大规模改造。我们热力管线这一块呢，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。目前公司做出决定，在规划方案确定之后再统一安排施工，所以要等一等。我去，小叶，你有什么问题啊？我的意思是啊，要改造的不会是东辛庄出口吧？那可是个超级大堵点，那要疏通了，那周边的社区的生活质量一下子得提高几10个百分点。哦，造福人民。具体改造什么，改造哪里呢？我现在也不知道。目前市政规划方案还处于机密状态，你们出去可别瞎传着。不瞎传，不瞎传，我就是瞎猜的。他在会上他都不敢认，他现在就能敢告诉你准信了。知道什么呀？我看见他们在会上对眼神了，肯定有事。别说话。喂，哎，张工啊，小叶啊，哎，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没看见您啊？有事儿啊？那402号标啊，我们最看重的就是兴隆家园了。你这把它划出去，剩下那2家是不是有点太鸡肋了啊？那兴隆不会是要拉出来单独招标吧？那3个小区规模和户数不比兴隆小，怎么就鸡肋了？那东辛庄改造完以后，兴隆是不是还会合并回来啊？当然了，100%确定。哎，你小子别套话啊！好嘞啊，张哥，谢谢您了。我回去准备标书了啊。说什么来着？就是东辛庄。那大堵点要是解决了，那兴隆小学这名头，那兴隆家那房价不就嗖上去了？还反应不来？快点！哎，来了。小心啊！哎呦，小心啊！哎呦喂，你可太皮了，这皮孩子。不管啥事儿，咱就往大数据上找，知道吗？保管他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听不懂他都不好意思说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不接我电话？我没接。哟，可能屁股上肉太多了，没感觉到。哟，我也没听到。赶紧回家啊！回家干嘛呀？我约了丁文博在家里，一会儿就到了啊！赶紧的，战前总动员。乐乐、优诺，赶紧回家。走了，你们俩战什么前动什么员啊？买房啊！我叫丁文博能干嘛？丁文博一直不是帮咱们家买房，为什么还要动员啊？我有新目标。哪儿啊？兴隆家园。那么神秘干嘛？那小区底下有矿啊！啊，比有矿可牛。算了，不跟你说了。就你那张嘴啊，你当着丁文博面再给我说漏了，咱们家先机就没了。糊弄玄学，爱说不说。行，我跟你说，来，你可给我搂住了啊！那个听者有份啊，就是那个兴隆家园，地段特别好，对口的小学是兴隆实验和万路小学，
中学离得也特别近，唯一的问题就是堵，因为它挨着那个平城高速那个东辛庄出口，早上上班出不去，晚上下班回不来，所以在同等房源里面价钱是最低的。但是，我得到了最新确切的消息，那东辛庄出口马上就要改造。哎，叶哥、茹姐，你们在这儿呢？你怎么来那么早？公司规定不能迟到。那走吧，走吧。行，那走吧。我们现在选的，首先是学校不超过2公里的区域，而且不仅要有小学，还要有中学。这红色区域啊，那都是本市的黄金地段，那属于龙的头部了，就完全够不上，咱就 pass 了。这蓝色区域，那就是龙尾巴中段了，比我们家这儿金河家园好点有限。但是你说你忙活半天，你才前进那么一点点，有点不值当。黄色区域，那这就是龙的肚脐眼了。你要能到这个位置，那你就基本上算没白忙活。下面我要说的，那才是重中之重了啊！绿色区域，这个和这个，经过我们陈丽的精确测算啊，到目前为止，这就算是本市性价比最高的方圆区域了。咱们家完全够得着。这东西你们从哪儿弄来的呀？啊，这么多数据哪儿搞来的？要不做个应用吧，没准还发财了呢。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潜伏到各个小区去打探内部的情况，但是通过这个小区的名字，我们基本上可以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和规划。这个馆儿都是小盘，城是大盘，这个院那最多算是安置，这园才是刚需。那还有叫湖的呢，改善；岛呢，稀缺；山，风水。哎，您这攻略现在可值钱了，能变成全平城的2胎购房指南了。不是你这个数据靠谱吗？准吗？你要说跟国家统计局那没法比，经过我们调研和更加准确的测算，最后浓缩在了院和园之间。我们主要锁定这个呢，兴隆家园对口的是新隆小学和万路中学，边上还有地铁和3甲医院。兴隆家园，哎哥，你是不是听说什么小道消息了？没有，什么小道消息？这个就是我跟陈丽就觉得就是这旮瘩性价比最高了。您是不是听说这东辛庄出口要改造啊？啊，你也知道啊？看，给我接点水。你那不是有吗？凉了。哎呦，我早就知道了。这东辛庄出口，这改造那都传了5、6年了，年年落空，那就纯属神话故事、万年谣言。而且这兴隆家园的3居室啊，本来就少，这往外卖的就更少了。真的哥，我不骗您。这样哥，您别着急，您呢要是看上那儿的房子了，我回头就给您找找去。您要是冲着改造升值想赚个大的，我劝您是脑袋，那肯定砸手里头。赚什么大的，升什么值啊？今天小道消息不听那个。好，这事我定了啊，我就要这儿的房子。老弟，拜托了啊。行，低调啊。行了，都别送了。小丁辛苦了。哎，应该的。兄弟啊，抓紧帮我找啊，价格500加。行，如果条件好，价格略高点也行。急啊！放心吧，哥，这事交给我了，那我走了啊。拜拜。需要500多万呢，这钱够吗？够啊，不会动您那点养老钱的。瞧您那点小心思。哎，你说你还扯什么大数据、人工智能？做人实在点不行吗？人一句话把你老底掀了吗？你知道什么呀？我今天去开会，内部消息，东辛庄出口改造今年就动工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我们公司负责热力改造项目，本来4个小区，今天突然兴隆家园给拆出去了，就是因为这事儿。你想想，这马上入秋了，把人热力改造给停了，那这事没跑了。这消息一旦放出去，就这小区单价5万起。真的？那你也别闲着，网上联系联系。不行，我还是赶紧搬家吧。为什么？田东回来找不到我，
第一个就得奔你这儿来。那你打算搬哪儿啊？你总不能带着优诺东躲西藏吧？再说了，他不是要回玉清上学吗？实在不行，我给他换个学校吧。好的国际学校就那么几个，田东以亲生父亲的身份打电话一个一个挨着问，总能找到你们的。这白忙活还又浪费钱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你要不在我们小区找到房子呗？我们小区门口有好几个国际学校的校车站点，再说咱们住得近，有什么事也好搭把手。你再去学校跟老师交代一下，让他们看紧点孩子。就算田东来我这儿找你，找几次找不着，他也就放弃了。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你会住在这个小区里。可以呀，这就叫灯下黑。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啊！哎呀，问题解决，睡个好觉。就这儿。新老师挺好。哎，你一半我一半啊，争取2点之前发完，也不耽误回去上班。行，我多点啊。丁文博不是帮你盯着呢吗？非要自己来吗？这弄得跟做贼的似的。都这么多天了，全是小户型，他一个3居室都没给我弄到。人丁文博是专业的都找不着，你就更没戏了啊！话不能这么说，就那帮房产中介，都是守株待兔，最多就是打一圈电话问一问。就这房子至少10来年了，那很多业主联系方式都变了，他们肯定打不全。只有一层一层的扫楼，才能保证没有漏网之鱼。你收下，别弄歪。我费这么大劲，这价格还比外面高，万一动心装修改造这小点声，你再让人听着了，我这先机就没了。啊，是，这8字还没撇的事呢，到时候再打个脸上。我有9成把握，这事儿真让我蒙对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就这房子，1平米最少涨2万，退1万不讲，就算我失算了，现在这房子这性价比那也是杠杠的呀。行了，你去那边啊，我到这边，发了咱们车上见，别让保安给逮着。哎。来，太好了，你的肉夹馍加凉皮，凉皮是加的。辛苦你了，跑这么大老远就为了这一口。客气啥呀？怎么样，姐，你搭上了吗？一个都没有。叶一凡真是能瞎扯，买房子哪有不找中介的，非得自己联系。我就算搭上每一个业主，人家不卖，我能生抢啊。但是吧，现在性价比特别好的房子，那中介真不一定往市面上放，他们找熟人一起拿下，转手就卖得高价了。姐夫这招吧，辛苦是辛苦点儿，但说不定真能捡大漏呢。姐，你这鞋不要了？我穿旧了好几年了，我又买了双新的。你别扔了，我给你卖了吧。这嘛，这好歹是个牌子，旧点也有人要，挂二手网站20块钱。刚够运费，图什么呀？我卖我们小区的，买家自取。你们小区邻里之间关系这么好呢？不认识，鱼塘里来的。就是这个，每个小区都有个鱼塘，相当于社区的二手市场。你搜搜你们小区，能有啊？小闪，你说我要是能进入兴隆家园的鱼塘，是不是就能搭上你们的业主，打听打听房源啊？你这方法好呀！我自己也下一个。行，
还能有意外收获呢。绝对的意外收获。哎，浪费上。哎，佳茹，我约了小丁去看那套房子，你得陪我去啊。不行啊，我这儿正上班呢。那我不管，上班你也得陪我去，你必须去啊，10万火急。行行行，我正好问问小丁我那房子怎么样了。那你等我吧，我马上就到啊。朱姐，您跟我哥别着急，新隆家园那边我给您盯着呢。3室1厅的户型本来就少，得碰。哎，我哥就不考虑扩大点范围吗？他跟魔怔似的，就认定那一个。那行，我帮您盯着。来，2位，里面请。这套房子原先是业主留给儿子和儿媳妇的婚房，结果小两口没住多久啊，就去国外发展了。坐。您看这地板纹路啊，您再看这墙面用材，所有的东西保护的都非常好，连这桌面都是大理石的。2位姐姐，来这边看看，来。这个橱柜还有里屋的衣柜都是业主找人做的全屋定制，空间设计的非常合理。不夸张的说，按照当年的房价，这套房子的装修钱要比这房子还值钱。哟，这儿还有个天窗呢，真的，好浪漫呀！房主装修真不会挣钱，就图有个人气能养养房的。2位姐姐，我带你看看卧室，来，这是主卧。这，哇，这也太美了吧！我都没见过。老先生退休前啊是美院的教授，老太太有一个自己的青瓷工作室。您看这些图案了吗？都是老太太自己的作品，私人定制，市面上绝对没有。你看看人家这当父母的啊，孩子将来还不知道在哪儿安家呢，婚房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哎呀，我严重怀疑，等我们家乐乐和二宝30岁的时候，我还在付房贷呢。哎，你也不用这么想，到时候等他们俩都30多岁那会儿啊，估计房子早就烂大街了啊，估计一人手好几套，住也住不过来，租也租不出去。到时候呢，你想找人给你养养房子，你都得付人租和辛苦费。哎呦，这可太好了，美丽新世界呀！我能按快进键吗？舔大腿，必须能。哎呦我。有快进键来了，喂，小丁，哎，行啊，行，太好了，哎，那你把合同发给我，我到家就签，谢谢啊，小丁，拜拜。怎么了？啊，教授同意把房子租给我了，走，搬家去。那么急干嘛呀？我今天还要上班呢，我改天陪你搬家。哎呀，我自己搬，没多少东西，不用你了，你上班去吧。就你一个人，你行吗？老公，我回来啦！媳妇儿，这啥呀？2手网站上买的，可便宜了。这是加湿器，这个是救灾包。不是，这加湿器买新的也没多少钱啊，你买着旧的，再从上一户把病菌细菌带回来。什么救灾包？哼，你什么时候见咱平时遭过灾啊？啊？这救灾包防什么呀？防地震啊？防海啸，还是防火山爆发呀？我买这些可不是为了图便宜，我是为了跟新隆家园的业主套词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些都是在新隆家园的那个鱼塘里买的，卖我东西的都是业主，我跟他们聊得可好了。想法不错呀，好创意。
捞出几个房源了？那倒不至于，这不刚刚开始，刚刚起步吗？不过他们跟我说了，只要身边邻居有意向卖房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我加了好多人微信。接着套啊！人说这逢高必杀，我媳妇怎么又高又聪明？怎么长的？谢谢老公肯定。哎，干什么呢？你干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我们小区不许发广告。你哪个眼睛看见我发广告了？你不是业主吧？我们小区规范管理，外人不得擅自出入。快走！我不是外人，马上就过来。你把钱给我。给什么给？不收了。喂，喂，老公，注意再来了啊！你在哪儿呢？新龙呢？发新广告被保安给逮了，啥事儿？正好我在二手网站上又买了点东西，你去拿一趟吧，省了快递费了。你还可以跟业主套套近乎，打听房源什么的。好啊。哎，我在网站上买的你家电风扇。哦，等会儿呢。订单用看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这个。您家房卖吗？房不卖，不卖。这3居室吧。媳妇儿在您这儿买的黑板。啊，您这房子卖吗？不卖不卖。哎，您好。哎，您是姜太姥吧？我媳妇儿何香菇。啊，我来取货。来，请进，请进。哎，要换鞋吗？不用不用，来吧来吧。您这3居室吧？3居室。考虑卖吗？不卖啊。那您这左邻右舍有打算卖房子吗？哟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？我来取货呀，中医经脉穴位图，二手网站，我媳妇儿钱都付了吗？行，来跟我来，在这儿呢。哎呦，你过来看看啊，是不是你要的那东西？不是图吗？怎么弄出一人来啊？这是穴位模特啊，他叫二柱子啊。我老伴在世的时候给他起的名儿。本来呀，我是想留着当个念想。那您就留着吧。我不行，现在老了，夜里睡不好觉，半夜起来上厕所，看见他吓我一跳。是怪吓人的。不是，我才犯了心脏病，这么着我才下决心把它挂在网上，说卖了吧。你媳妇儿说你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，家庭特别的和睦，说媳妇儿买了也是为了孝敬公公。哎呦，这样把二柱子送到你们这么和睦的家庭，我也才放心。是啊，我们家上上下下是挺和睦的。不过这柱子哥这，哎，您家有没有什么破床单、破被罩什么的？您要不要一起卖给我得了。好嘞，我给你找找啊。哎，喂，我刚想给你打电话，你就给我点赞了。哎，没有，我是点赞了。程序的事儿啊，我给你抓点紧。另外你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？不着急。我就是想问你，国庆黑森林之旅啊，有对夫妻退团了，所以多出来2个名额。你跟嫂子有没有兴趣啊？哎呦，这11我真不行。哎，您帮开个门。好嘞。哎，您慢点。
哎，嘛呢？哎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给我哥们儿帮个忙。快，这是什么？后备箱打开。啊！来，哎呦，帮个忙。哎，等会儿，干嘛啊？我把那座子放下。来，拿去。哎，你不是贴广告去了吗？怎么还收拾废品啊？媳妇儿何家如，这败家老娘们儿。喂，老公，你还在新楼吗？我跟你说啊，1号楼3单元501有一个特别新的那个篮球架子，就儿童用的，挺好的，特别便宜。回头二宝和乐乐都可以玩。你可闭嘴吧啊！不买啊！多便宜不买啊！白送的都不要。你怎么那么喘呢？你干嘛呢？我这被二柱子累的。回家你就知道了。谁呀？二柱子谁呀？二柱子。看，这个叔叔，去，回家玩去，回家玩去啊！小鸡鸡，他是阿姨，他是叔叔，他是阿姨。回家去啊！哎呦，阿姨，叔叔，阿姨。你把东西放这儿就行啊。我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？来，这二柱子，你儿媳妇孝敬你的啊。爷爷，这是个啥呀？叔叔，我就不待着了，我得带我们家猫啊做个防疫去啊。吃完饭再去吧。不吃了，走了，叔叔啊。爷爷，有电话。爷爷，这啥呀？回来了，老公。呀，这是使什么？爸，他穿裤衩啊！问你妈。妈，他咋不穿裤衩啊？你们可别学他啊！我一会儿给他找一条去。我在网上看的时候没仔细看，我以为是个挂图呢，怎么是个立体的呀？这也太恐怖了！我去给他找条裤衩。这行。好了。哎，这条行吗？你看看。随你便吧。我不行，三角裤太性感了。哎，这个好，你看，腰都松了，行吧？就这样。何家如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别再买那些破玩意儿了啊！你怎么了？这2天走火入魔了？那家里都快成废品收货站了。我这不是为了跟新龙业主套词吗？奶奶，别套了啊！再套一个卫生间就没了。你之前肯定过我的。对不起，我收回我的话啊！后面事不用您管了，我自己想办法解决。Understand？ 我还懒得凑这个心，就这条了。这不行，这我还穿呢。这个别跟他抢。哎呀，这一天这运动量，快赶上快递员了，腰酸背痛。这还是不累啊？啊，还有力气玩游戏呢。你懂什么呀？这玩游戏啊，就是暂时消除你的烦恼。哎呀，不，这手法跟那个真正的按摩还差点意思啊。那多新鲜啊！你付这椅子那价钱啊，比那人工还差一大截子呢。回头咱找时间啊，去那正经的按摩店好好放松一次。啊，你可拉倒吧！去那正经的按摩院啊，在圆圆眼睛里啊，也算不正经。我哪敢去那地方？来，哎，等会儿呢。喂，哎，绿哥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刚刚系统崩溃了，什么数据都没有了。你看你现在方不方便过来一趟啊？系统又崩溃了。那行，那我现在过来吧。哎，我在公司等你啊。你不把维护转给别人了吗？这员儿知道不给你结。干嘛呀？我这还差10分钟呢。我去一趟，快点！又拿我当挡箭牌。那圆圆本来就爱无理取闹，那系统本来就是我做的，那我不管谁能做呀？那我钱都收了，撒手不管了，那这事儿我干不出来，赶紧。
来，成功，喝杯热茶。哎，嗨，我这前2天不小心下楼摔了一跤。啊，成功，这半年来不好意思啊，总是麻烦你这个点儿过来帮忙。没事儿，那个数据库等建立好了，就都顺了。你这边的费用啊，最近公司这个资金实在是周转不灵，等我那边结算清了，我一把就付给你。行，这也不着急。哎呀，拿个东西。哎，我忘。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来。先吧。哎呦呦呦！哎，数据库差不多了，回头啊，我给你打电话啊。哎，怎么不接电话呢？哎，别说话。哎，来了，接电话。圆圆啊，接。哎，圆圆，哎，陈丽跟我在一起呢，他开车呢。啊？哎，这么晚了，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啊？啊，这不加班晚了吗？我们出来找点吃的。哦，哎，你问问陈丽啊，那速通卡收到没有啊？有没有收到短消息啊？啊，收到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还需要什么东西不？你提前告诉我，这次开车可以多带点东西。就是我上次跟他说的那些，佳琪爱吃的烤鸭，还有啊，闺女床头柜里的那个蓝色的那个洗眼液啊，千万别忘记啊。行，知道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们俩要是今天晚上要喝酒，一定找代驾啊，听见没有？好。哎，以后这事别找我了，心脏病都快被你吓出来了。你跟那女的到底有没有事儿？吓成这样。我要有事儿，我现在就被车撞死。哎，别啊，我还在车上呢。你先让我下车，你再撞啊。那停车。不，停车！这是什么人？救命啊！哎呀，元导，你好好的你。明天晚上能送到吧？我着急用。没问题，系统已经通知出库了。行。哎呀，1万多块钱买点什么不好？买一套锅，你家还有一套一模一样的呢。等我离婚之后，我搬回去，这套就留给你了。傻子。啊，那买的好，买的妙，你应该多买几套。哎，不，这个也不错，买了吧，趁火打劫。啊，婷姐，她怎么来了？别看。这没有啊，肯定就在附近。这几天他们的消费记录全在这里。快走！哎，小姐没事吧？嘘。弄我了啊！你还打我了？哎，我就打。媳妇儿跟甜甜逛街去了，还没回来啊？我复活吧，谢谢。哎，我这有金子喂，媳妇儿，老公，在哪儿呢？我们不敢回去了。怎么了？田东派人来了，可能盯上咱家了。你别害怕啊，媳妇儿，你听我说，你先带甜甜走地下车库到陈丽家，我一会儿去跟你会合啊。哎，别玩了。干什么？拿着平板啊，想玩什么游戏，玩多久都行，别出来就行啊。爸，我去趟陈丽家啊。你记住了，谁叫也别开门，快递也不行啊。
力哥，甜甜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来，坐吧坐吧啊！哎，喝口水压压惊。谢谢。他们怎么找到你的？哎呀，田东，用脚趾头都能想到，我肯定会来找你们的呀。哦，不对，也有可能是他查到了我信用卡账单。他怎么能查到你信用卡账单呢？那我信用卡账单一直都是他还的呀。那你还能逃出他手掌心？藏什么藏啊？还你别吓唬他，他来找咱们是让咱们出主意的。事情都已经这样了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田东把优诺带走。我跟你说啊，现在这个监控啊、跟踪设备都很先进的。那不逊于007的大片啊！只有你谁呀？没有那商家做不到的。这你老公想要找你啊，有1万种方式，根本逃不掉。除非你现在把你手机他怎么来我们家？隔绝，什么微信呀、支付宝。有人来疯了，孔雀男的毛病就是改不了，见到漂亮女人啊就开屏，没完没了。就你最能啊！你现在藏着没用了，优诺还得上学呢。你就这几所国际学校，田东要真想知道，打几个电话就行了。所以才要主动出击，实在过不下去，就得把那个抚养权拿在手上，这样优诺去哪儿都不由他。我周末就已经约了律师面谈，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我离婚手续办好之前，绝对不能让他们把优诺抢走。你现在的住所一定已经暴露了，所以你去律所的时候不能大摇大摆啊！你这么的，你坐陈丽车去啊，安全点。啊，行，没问题。那就麻烦力哥了。哎，没事儿。是不是应该在附近找个酒店让他住一下啊？别，那酒店人来人往的，人多呀，他们母子俩住那也不安全呀。万一出去吃个饭，叫个外卖，那位置不就暴露了吗？这想的真周到，这自己家里的事儿还没管好呢，为别人着想，什么都能想到。我有一朋友在这个红叶大厦租了一大开间，本来是为了加班住的，但最近也没怎么去。要不你带你儿子先上那儿住几天？行吗？红叶大厦，冯丹，妈，咋了妈？用不创可贴啊？也不用。你怎么又来了呀？你赶紧去，你那课多贵呀，1小时800的，注意集中。那妈，你也专心点啊，这小龙虾不听话。呀，你去呀！谢谢各位领导，谢谢各位领导。由于时间仓促，我们只遴选了当代主流武侠小说中制毒 Top 10。未来如果进入了正式的筹备期，我们会加入新生代网络武侠作品，甚至于仙侠作品当中的剧毒。正所谓江湖之大，风月无边，独行天下，英雄辈出。我相信独舞江湖会在现有的武侠世界观之外，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次生代武侠观，引发观众的热情。谢谢各位领导，我的介绍到此结束。谢谢各位同事，谢谢。我们看过策划案后，对项目前景非常有信心。唯一的问题是预算。预算方面，我们粗略的估计是2000万，如果有必要的话，可以削减。他凭什么做主啊？他知道我们预算怎么来的吗？我不会压缩的。这个项目呢，最早是由嘉如团队发起，预算这块呢，他们也有过详细精确的规划。如果削减预算的话，那么有一个问题，会不会影响预期的效果？市场行情再差，头部项目始终都是有人抢的。我们不要脱离品质去谈论预算。我认为，独舞江湖是一个前景非常好的项目，你们放开了做。如果预算不够的话，上限放宽200万。谢谢领导。
谢谢领导，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姐姐，慢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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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去送领导了吗？送领导的人那么多，我去不去有什么区别呀？这人再多呀，吕静也挤得进去。哎，哪有领导，哪就有他。你小点声。刚才在会上，明明是我们提的项目，也就您好心让他过来跟着蹭口饭吃，他还反客为主，吆五喝六了。方案我们写的，预算我们做的，压不压缩是不是也得我们定啊？他倒好，一个招呼不打，哎，开口就往下砍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我得给你做好榜样。回头你要是比我厉害了，你得学会尊重我，知道吗？就像我尊重吕姐一样。哎呀，那不一样的。佳茹，吕姐，那你跑哪儿去了？都找不着你啊！项目顺利通过了，咱们得庆祝一下。哎，喝水喝水，怎么那么热呀？周末你和小叶一块到我们家来，我让你姐夫啊帮乐乐通盘设计一个教育规划，让他跟你们俩捣鼓捣鼓他的教育心得。来来来，就这么决定了。这不好吧？周末来我们家啊！谢谢吕姐。你要真跟那吕姐一样啊，那咱俩真过不到现在。你至于吗？他也没做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儿。倚老卖老，翻脸比翻书都快，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，这不都你告诉我的？我那不都是气头上的话吗？其实你想想啊，我跟他共事也有10几年了吧，他其实好多次都想跟我翻脸，但最后都选择跟我和平共处。反正我就是在被他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我的自我价值和自信心是不断的攀升。哎，我说媳妇儿，你这受虐狂啊，就窝里横，现在带着肚子的二宝一起跟我横。哎呀，你说去他家送点什么好呢？我刚给他包红包了。结婚是结婚，做客是做客，能一样吗？能去已经很给他面子了。再说了，你刚白送他一大项目，我给他买束花吧。买花没必要花那钱。不是送钱至少得1000起，人家可是乔迁新喜。你们单位标准这么高？那可不。行，你甭管了啊，包我身上。我指定送一个让你又有面子又少花钱的东西。来了，欢迎欢迎欢迎！快进来快进来，来换双鞋。吕姐好。哎，这送您的。还送我花呢，是水仙吗？不是，是韭菜坛儿，我爸亲手种的，纯有机蔬菜。这第一刀我全割下来给您送过来了。这有钱都买不到啊！那是。哎，真好，我婆婆昨天带了点腊肉来，待会我给他们一块炒了。天造地设，完美搭档。哎，像咱俩一样。你看我说什么来了？我肯定喜欢。怎么着？你们俩到我家来，还商量带点什么呀？他这个人您还不知道，连吃我爸做的饭都恨不得买单的主。哎，姐夫呢？听说姐夫教孩子是这个，我专门过来取经来了。给晶晶辅导呢，一会儿就进来。来来，请进，请进。你们家可真干净啊！来，坐吧。一共花了多少钱？每个月花了多少钱？
那下半年是不是一样得算？如果还做不出来，那咱们就把它切分到更小的单位，一直分解到你能显而易见的得出答案为止。我看明白了，上半年是6个月，每个月是870除以6，是145元；下半年是600除以6，是100元。145减100就是节省下来的钱。这不就出来了吗？啊！我说让他买束花，他给我割了把韭菜花。韭菜花就是花呀，是挺像，不是像，那就是。哎，你们家那房子换成什么样了？还没落定呢。要我说呀，真的要换，干脆换个大的。万一再有个孩子，这不住的也宽敞点吗？不是，如果我还是你这个年纪啊，我一定努把力。青青几年级了？2年级。那我听姐夫给他上那课，至少有3年级水平了吧？嗨，他们班同学啊，有的把5年级的功课都做完了，青青算是落后的。哎，这真是人比人得死，孩子比孩子得扔啊！我们家乐乐现在写3还又开口了，20以内的加减法还掰手指头，你说这随谁了？随你吧。随他。哎，姐夫，我是叶一凡啊，你好，一凡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姐夫出来了。哎，家属你好。洗手吃饭吧。哎，你们先坐，我把这个给青青送过去。哎，好。坐吧，坐吧。把这些全做完就可以吃饭了啊。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！谢谢姐夫，谢谢吕姐。我刚才在门口啊，偷听您那儿讲题，那真是条分缕析，醍醐灌顶。你说我当年有个当老师的爸爸的话，不是，是当全国优秀教师的爸爸。弄不好我也能上个什么985、211啥的，我也不至于为套房，我都憋得快吐血了。我，哎，爸听见你这话也吐血了。我没埋汰我爸的意思啊。我爸是个厨师，从小我跟着他，我嘴没亏着，所以长了这么一个大个儿，对不对？你别看我学业事业不行，但我娶这么个漂亮媳妇儿啊，那不就靠个头了？所以我得感谢我爸他老人家。你还挺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的。嗨，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但是我们家乐乐明年就上小学了，现在这加减法还算不明白呢。哎，孩子嘛，要因材施教，慢慢来。关键啊是要针对性的找到学习难点，这样家长辅导起来就要轻松很多。要我说啊，这当父母的就该是孩子们的垫脚石，从想好要生他们那天开始，就要做好思想准备，趴在地上，让孩子扛在我的肩头上，把他们向上拱。哎，你们说，我为什么家里老沈啊？肯定是因为姐夫玉树临风，德才兼备，对人和气，还有耐心。菜真好吃啊！来，多喝点啊！这个，我开门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紧张死我了！你俩这打扮，哎呦，要是穿成这样的话，那从正门走出去应该也问题不太大。真的吗？啊，下次我试试。尤诺，
你要真是个小女孩啊，你还挺好看的，还粉嫩粉嫩的呢。也擦了点粉呢。这律师我就是在网上找的，我看了好多那些明星的离婚官司都是他们代理的，应该错不了。哎，这费用一定挺高的吧？是有个基础费用，但是剩下的好像是按比例拿提成吧，具体的我也没明白，一会儿去了以后仔细问问。按比例拿提成啊？哎呦，那像我们这种工薪阶层的想要离婚，估计这案子人都不接吧？嗨，怎么会呢？苍蝇再小也是肉啊！啊，不是，嗨，瞧我这嘴，我说话真的，我也不是那意思，跟您没关系啊。我是我老婆电话，别说话啊。啊。喂，什么事儿啊？一凡啊，我的意见啊，划片买房这个事儿啊，不能说没用。孩子成长呢，确实需要一个大环境，但是不值得花太大的力气。当然了，如果说有余力锦上添花更好，要是伤筋动骨啊，那就不值了。教育是一辈子的事儿，不在乎这一时一刻，是吧？你们俩叽叽咕咕什么呢？密谋造反啊？哎，风清做一上午作业还没出门呢，要不让他下楼透个风吧？刚才饭我不都是单独给他送进去了吗？现在还有水果。太辛苦了，对身体不利。让你辅导数学你就辅导数学，什么时候收什么时候放，我是他亲妈，我不知道啊！别老想着收买人心。如果你是亲爹，你能管得这么松吗？哎呀，这姐们儿是够强势的，训的沈老师跟训孙子似的。也就沈老师脾气好，你这要换了是我，早窜了。你敢吗？我跟你那两回事儿，我对你那是主动性的被你拿捏的死死的啊。你呀，跟这样的同事在一起，你就多留个心眼儿吧。你要让我说个具体的数，我也说不出来。我们家我老公管钱，好可爱呀，宝贝儿！你是男孩还是女孩？关于财产部分呢，等您签订协议后，可以协助您呢调查进行整理，到时候您尽量多提供线索就可以了。没问题。那谢律师，您觉得我能分到多少财产？就目前的婚姻法规定呢，夫妻之间对财产没有约定，事后呢双方又都没有过错，原则上是可以平分的。离婚起诉什么时候能递交？只要您跟我们签了委托协议，付了首付款以后，我们就可以了。没问题，你们赶紧拟合同，拟完我就签，我现在给你们打款。那好，那我带你去付款。好嘞。对。诺，妈妈去交个钱，交完我们得走啊。妈妈，我要换衣服。好，妈妈一会儿带你去换啊，再等会儿啊，很快。等会儿吧。哎呀，女性今天那教育理念我不敢苟同，不过人家对孩子那认真负责那态度值得咱们好好学习。比如换房，那就得死磕到底，没有捷径可以走。哎，来了。哎，儿子，走，我请大家吃饭。哎，今天真的辛苦力哥了，谢谢啊，力哥。我呀，晚上还有事儿，我得加个班，我就算了。加班也得吃饭啊，这么着急啊？急，你一看老急了，急着去跟女客户沟通是吧？有人管饭。那行，力哥，那今天谢谢你了，改天我再单独请你。行，哎，沈丽，再换个车，我开你车一会儿送甜甜，宽敞点。行，那我开你车，钥匙在车里呢啊。行，你快去吧，
别让女客户等急了。哎，叶一凡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啊，陈立是世界上最老实、最好的男人。我这不开玩笑吗？你那么认真干嘛？力哥，今天谢谢你来接我闺蜜，我们俩实在是没有时间了。改天，我闺蜜，还有她儿子，还有叶一凡，咱们一起吃饭啊。哦，那我们去逛商场去了。谢谢力哥。律师说了，没有财产约定，双方谁也没犯错，那财产就一人一半。如果优诺归我的话，他还要再付我一部分的抚养费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就能拿到6成，就跟我跟优诺下半辈子折腾的了。哎，我问你，力哥是不是外边有情况啊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能跟我说什么呀？我们又不熟，是我自己观察发现的。我就觉得他不太对劲。怎么了？刚才我们坐他的车来，这路上他老婆给他打了个电话，他吓得魂儿都飞了。你没胡说八道吧？没有啊。那就好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以后坐他的车一定要注意，把嘴巴闭紧，一句话都别说。怎么了？我忘了告诉你，他媳妇儿是个007。什么？圆圆离开那天，我正好在楼下散步碰上了。我看到圆圆拿了这样的小黑盒子，放在了后备箱里面，上面有个灯，一闪一闪的。啊，不会是放了个窃听器吧？有可能。圆圆以前上班的地方就是做这个的，虽然她只是个财务，但搞过这个应该不难吧？哦，太可怕了！这不侵犯力哥隐私权了吗？人家两口子之间的事，那谁说得清？一凡，你把尾箱开一下呗，我们把东西放上去。就买这么少东西啊？这么低调啊？优诺，上车。对，先上车。在哪呢？啊，还真是啊。等会儿啊。真的是追踪器哎，还好没有录音功能。那我刚才不是白眼了吗？你没跟叶一凡说啊？没有，他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告诉陈丽的。万一陈丽找圆圆姐兴师问罪，知道是我说的，就圆圆姐那性格，还不得找我拼命啊？干嘛呢？上车呀！哦，来了。石棺。石棺。中晚。媳妇儿，你又吐了。啊，这么快就吐完了？最近反应没有那么厉害了。哎，我看咱二宝这懂事劲儿，搞不好真是个闺女啊！哎呀，等咱换了新房子以后，我给咱女儿整一公主房啊，一色儿的粉红色，一床的洋娃娃。没准她喜欢飞机大炮呢。喜欢啥买啥，反正房子大，啥都装得下。小东有消息吗？他找了几套约咱们周末看房了。呆呆乖啊，爸爸呀，先送海宝跟一诺找姐姐去，等你生完小宝宝呢，我再送你去。来，认识一下你叶叔叔。来，让叶叔叔抱抱。哎，爸爸不在家的时候，你呀姓叶叔叔唤，好不好？几个月了？1个多月了。这预产期你问清楚了吗？别你年假没休完，他先生了啊！猫月子我可没伺候过。弄明白了，人家宠物院的医生说了，他呀还有10来天呢。你年假是7天吧？没事儿，他还能比人月子难伺候啊？我在网上都查过了，你要实在弄不了啊，你就把他呢送到宠物医院去。咱们走了。
嗯。喂，到哪儿了？刚到服务区。哦，要住宿吗？没想好，我还在考虑呢。你提前没订酒店啊？没有啊，本来想一宿赶过来的嘛，但是一人开太累了。也对，你好好休息一晚上，也不在意这么着急了。嗯，行，那你帮我订个酒店吧，我这信号也不太好。行，那你订好了给我发过来，我眯一会儿啊。注意安全啊。怎么这么快？这也没问我在哪儿，酒店就给我订好了。路上累了吧？啊，还行。哎，佳琪呢？怎么没下来啊？在楼上搭猫窝呢。你这闺女啊，现在猫比我们俩都重要啊！哎，我来，东西太多了。哎呀，哎呦，栗子回来了，叔叔阿姨，怎么样？我帮你拿，好吗？还行，叔叔。哎呀，栗子呀，你可是娶了个好媳妇儿啊！你看看她，为了带孩子，起早贪黑的。哎，对了，怎么不把孩子留在平城读书？怎么还送回老家来读书呢？哎，现在读小学、读初中啊，在平城都没问题。像高考啊，就得回咱们这儿来。一句话两句话呀，我也说不清楚。佳琪还在楼上等我们呢，我们改天再聊啊。我们先上去了啊。不用，自己可以。好嘞，哪天下来看你了啊？佳琪呀，佳琪下来帮忙，佳琪，快下来帮忙。哦。哎呦，佳琪，快！帮忙！哎呀，真乖啊！哎呀，行，别在这儿玩了，上去。哦。老想着自己这猫，真是的。来，这猫咪太坏了。过来。来，我帮你拿这个。我拿。哎呦，你慢点，佳琪。啊。宝一木到家啦。哎，别放这儿，放那边去。佳琪啊，你这个猫砂盆啊，我把门给你关了啊。好的。你好，我约了谢律师。好，您这边请。请这边。对呀，您直接做个证据，而且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提起了离婚诉讼，你觉得作为一个男人，他能够接受吗？对呀。所以说，钱女士，谢谢。你听我说，这笔钱一定不能够少。你老公目前人格不稳定，前两天的新闻报道你看到了吗？对，就是那个离婚案件，法院门口开庭前被老公捅的那个。女的当场死亡，姐姐正在抢救当中，所以很抱歉，这次没有保镖，我是绝对不会出庭的。什么案子这么吓人，都出人命了？放心啊，我老公绝对不会的。他上山之后啊，心情变得特别的平和，爱好和平。钱小姐，你们夫妻关系还没有那么紧张，没有到那步，不要着急啊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我们初步调查你们家的财务状况。
请你核实一下。啊，这不可能！开什么玩笑，谢律师？哎，田小姐别激动，来坐，喝水。来，坐。你听我给你解释，是这样，我们的信金来源啊肯定是可靠的。房屋抵押登记呢，是我们到房产部门进行了核实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委托别人再去核实一下。公司有2个生效判决正在强制执行，还有3个官司呢等待开庭。一笔是材料费，一笔是厂房建设工程款，还有一笔是集体劳动。不是，您先等等，谢律师。关键是这些事情，田东从来就没跟我说过。我们上山之前一切都正常的。我们结婚10周年纪念日，他带我去马尔代夫庆祝的，他还特地托人从那个安特卫普给我带了个3克拉的钻戒。那是否会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呢？什么？我们假设一下，你的爱人呢知道你要跟他离婚，所以把财产提前给转移了呢？不会，他不是那种人。田小姐，人与人之间最难看透的是人心，对吧？所以很多事情不到法庭上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另一半到底有多可怕。你说呢？哎，陈丽啊，我没放太多盐啊，你要是觉得……陈丽，陈丽，你先上去吧，我停好车，随后就到。哎，刚才甜甜给我发信息，让咱们回来直奔他们家，估计和律师谈得不错，想跟他们庆祝一下。行，你上去跟甜甜说一声。那你快点啊。我先停车。慢慢吃，都是你的啊。哎，你给佳琪吃。他都吃这么多了。我要想吃啊，我随时都能吃。这我给人孩子买的，老给我吃什么呀？随时吃，是我们3个一块吃啊。别都留给他啊。谁啊？我。婷姐。我这。师妹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，知道吗？误会，我们是受田东师弟的委托，特地来看他们母子俩的。师妹，你们母子俩过得好吗？不用问，过得真好啊！你过这样的日子，心里就没有一点罪恶感吗？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处在绝对的贫困中，很多非洲兄弟在忍饥挨饿，3.6秒就有一个儿童死于饥饿。罪恶啊，罪恶！师弟，师弟，师兄不在身边的日子，你是否有沉溺游戏？师弟，我不管你们混！师弟，你听我说，师弟，尤诺，妈妈在，不能沉溺游戏。胖胖，你先放开他，你别抓着他了。师弟，尤诺，妈妈在，你先别哭，你先别抓着他。你听我说，你别误。
喂，你误会我了，师弟。喂，误会我了，师弟。我去。开门！别过来！媳妇儿，我，老公。这谁啊？哎呀，你别问了，先去看看甜甜。把手放开。师姐，是我错了，我太浮躁了。我回去，我这就跟你回去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发坏了。谢谢。甜甜，你放心，他们听不见。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落他们手里了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是我不好，是我太浮躁了。我想回去跟大家一起生活。好，师姐，师弟，谢谢。慢点吃啊。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。这饿了多长时间啊？这吃的看得我都想吃。吃好了，吃好了，谢谢款待。不客气。那师姐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随时欢迎你和优诺回到我们的大家庭。行，我的身份证啊在佳如家里，我去取回来。明天一早我们一起买票。好，好。佳如，走吧。快点回来啊！甜甜，你疯了吧？啊，你真要带优诺回山上啊？你好不容易逃出来的。何佳如，我们家没钱了，我们所有的房子、车子全都被抵押了。如果这些都是真的话，那现在田东就是个穷光蛋了。